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土耳其发生大地震，到目前为止，土耳其、叙利亚死亡人数已经破5000人。台湾的搜救队头一批已经到土耳其准备来救灾。最近来到台湾的萧美琴，甲到热情地做伙表示抗议4年总统大选的，伊强调以台美外交工作为主。咱台湾鸡腿大起价1公斤，爱到170块，着中华便当店因为成本关系，暂时无要卖鸡腿便当。伫咧土耳其甲叙利亚的东南边境，初6早起发生大规模地震，有7.8级。到目前为止，这两个国家因为地震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死亡，15000多人受伤。这土耳其的建筑物有6000多栋倒去，真侪居民搁互陷伫咧这个放入来厝壳内面，听会到因的声，说是无都甲因解救出来。世界卫生组织也预告讲，这死亡人数可能增加到2万人。拄经过大地震的土耳其加治安泰普，佮摕来轰的一声，一栋楼厝就安尼倒去，像这款高楼层无都承受摇动，像碰壁共款直接倒去的大楼，伫即摆土耳其大地震中真侪。甲叙利亚交界的加治安泰普，初6透早发生规模7.8大地震，震源离地表只有18公里。9点钟了后，搁来一个7.5的大地震，所来发生的大小地震尾超过200摆。强烈震波冲击4区围的城市，因为金融位置人口密集区，加上金融4区围建筑老旧，防震功能严重不足，造成土耳其甲叙利亚拢传出严重灾害。The 7.8 corresponds to energy released by more than 20 billion kilos of explosives. And this is roughly more than 1,000 times stronger than the atomic bomb that devastated Hiroshima City. 金融附近大城卡拉曼马拉斯受困的查某人成功抢救起来，伫哈泰省抢救出来查某囡仔，甲搜救人员揽一直流目屎，因为还阁有青人掉伫整个厝下堆中等待救援。Yüksek sesle! Sesleniyorlar, bizi kurtarın diyorlar. 听到声音，所无法度救时无情，土耳其灾区现场面临的强大困境。地震了后的交通碎糊糊，车辆无法度通行，网络通讯断去，无法度掌握灾民的状况。灾区停水停电，加上天气寒冷，部分地区也阁落大雨，互救援行动真受影响。伊斯坦堡机场已经出现几百名职工、搜救队成员甲非政府组织人员，准备抢进灾区甲时间走小日，救出更较侪受困的民众。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土耳其发生大地震，这伤亡惨重，各国的救援队呢，拢把握时间要入去灾区来抢救。台湾头一批特殊队已经到土耳其要赶去灾区，第二批大概有90名特殊人员会伫沿岸去到当地救援。也讲到伫咧当地呢，大概有200多名伫咧土耳其的台湾人，大部分拢是伫咧伊斯坦堡无受到地震影响，也有一寡大伤等咧无物资要送去灾区。台北市特种搜救队的人员完成整备，要去土耳其。台湾派出第2批救援的人员，拢总90个人，要把握黄金搜救的时间，嘛替头一批特殊队加强救灾补给。谢谢。一个飞机就听到掌声，初6就出发的头一批特殊队，坐飞机拄好拄到土耳其人，因拍破甲伊感谢。土耳其东南部拄到大地震侵袭。现场是规个烟烟火火，咱国搜救队第一时间就出发，要去当地救灾。昨天12点半出发，到这边应该是12点多左右。接下来就是继续转机嘛，就在无国界。一路奔波，台湾时间7日早起，到伊斯坦堡了后，无偌济时间通休困，都要搁用几点钟才会当到灾区。特殊人员毋惊艰苦，就是要赶紧去救人。因为英国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土耳其嘛是大型派救援队来台湾，甲咱斗3天。目前还有200多个人还在土耳其啦。那灾区的话，其实人不多。台商跟台侨的状况是，目前大家都是安全，没有问题的。有超过200个台商甲台侨，还佫伫土耳其，大部分伫伊斯坦堡，都算目前安全无问题。都惊后续还佫有地震尾，大家尽量加强防灾整备。另外，靠仔地震中心伫咧苏里亚边仔的土耳其台湾中心，对即个大地震感受到真深。
几乎所有的人都被惊醒，很多人其实当天晚上就在台湾中心附近集结，就说现在是没水、没电、没有瓦斯、没有汽油的状况。我们不知道台湾中心能够撑多久。由台湾人发起的协助收容难民的 NGO 组织，经过大地震了后，200-300个人有路无厝，是拢要入来寻求协助。不过，即马灾区的情形真严重，大范围无电通用。托尼基台湾中心的执行长嘛烦恼讲，即马当时寒人，短时间内物资是无法度入来，地震了后要面对种种困难的问题，是真大的挑战。记者综合报道。驻美代表萧美琴最近有回来到台湾，下晡接受媒体访问时阵，强调家己是主动要回来的，伫外口特别3年，回来报告公布是真事上的代志。若去访问到2024年赖清德甲萧美琴来选正副总统的这个问题呢，萧美琴本人是表示讲，无要评论政治问题，目前也是以台美外交的工作为主。任满2年，馆长是可以回国，所以实在是我主动提出，这个背景很单纯啦哦。向媒体说明，早伫去年10月就任满2年了后，就有提出要回来。驻美代表萧美琴即摆低调反台述职，引起各方利诱。伊定情原因真单纯，也毋过最近风声，萧美琴是民进党立法理事，总统选举入门副手竞选，赖萧配敢是真正有可能嘞？但是我想，这个我也已经做了一个回应了哦。那我想这次回来都是在处理外交上跟台美之间的公务，所以我想我不太适合在这边去评论任何的政治话题。低调无评论政治议题，专注外交工作。对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敢是访台，萧美琴表示，目前无接到对方办公室提出具体规划。那最近美中因为间谍气球事件关系紧张，萧美琴认为，这个代志确实已经造成一寡影响，相信美国会更加了解台湾人民的感受。这件事情在美国社会也造成一定程度的震撼哦，对美中之间的信任，这个民主社会可想而知啦哦。我们台湾人每天都在面对各种灰色地带的侵扰哦，我们的感受，相信他们现在也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萧美琴这次访台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陈建仁、外交部长吴钊燮报告业务。陈建仁也伫面册表示，即马台美关系真好，所有外交官拢是台湾之光。萧美琴也提出外套上的彩虹鸟徽章，认为真符合伊建鸟外交的称号。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间谍气球飞入去美国领空，伫咧第5天放击落来。总统拜登强调，这是正确决定，袂去影响到美中关系。中国这边呢是甲气象局长抬头，背书是为着这件事件负责任的意思。We made it clear to China what we're going to do. They understand our position. We're not going to back off. We did the right thing, and there's not a bad question of weakening or strengthening. It's just the reality. 拜登总统为大卫营登去白宫回应媒体对击落中国侦察气球的问题，表示未损害双边关系。气球顶个月28进入领空，军方将密切观察追踪，一直到测试出海才甲拍落来。共和党质疑拜登对中国上两者决策上慢，甚至暗算提出谴责案。拜登是讲，将气球拍落来，这个决策毋捌改变。Once it came over into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anada, I told the Defense Department wanted to shoot it down as soon as it was appropriate. They concluded we should not shoot it down over land. It was not a serious threat, and we should wait till it got across the water. 中方一再表示，互人拍落来气球毋是侦察，是民间气象用途，因为西风带影响才会失控。前气象局长曾国泰也出现伫国务院免一个名单，看来好亲像官员爱负责。毋过，伊伫1个月前已经调成甘肃省政协主席，变动应该甲气球无关系。美方也无接受气象气球的讲法，海军已经伫美东南卡州外海回收部分残骸，佮动用水下无人驾驶车协助打捞，送交 FBI 分析。白宫认为会当得到有价值的情报，了解中国的情报收集能力。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是讲，气球事件确实有阻碍已经正紧张的美中关系，不过双方也是会持续交流，听候时机较好，会搁再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到中国访问。白宫发言人桑皮耶是讲，美国对中关系维持冷静的态度，未来双边关系走向由中国决定。
拜登政府阁掌握到中国高空气球捌伫川普政府任内3遍进入美国领空。去年2月，拜登任内也发生一届，测试美军击落中国气球了后，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甲哥斯达黎加陆续表示有发现类似的气球飞入领空。中国车拉坦白承认气球拢是中国的，并为偏离航道回失的，表示气球拢是用伫气候科学研究。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时代力量的立委亚讲，这国安会秘书处的处长过年期间出国旅游，伫核准日期进前呢，就被升出关和关制人员发生冲突。虽然代志过后有报行政手续，不过立委区显地就批评讲，这分明是大官好伫咧去派头，要求国安会甲移民署要重新启动内部调查。另外，运安会主委杨宏志也向媒体亚讲，这公务车4个去佚佗，虽然杨宏志发冤枉。不过，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下令警方处3天内要完成调查报告，该办就要甲办。时代力量立委蔡奇亚讲，国安会秘书长、处长因为身份受到出境的限制，申请核准伫咧1月2日出境，要伫时间出国旅游。不过航班起飞的时间是2日翻点过12点15分，所以伫咧2日暗时10点外进行出关查验。不过因为还未到核准出境的时间1月2日，甲监管人员发生冲突，尾也经过移民署国境事务大队大队长协调，予伊提早登机，而且伫咧事后完成补登记。今天如果不是一个高官的话，你会这样为他来开后门吗？国安会跟移民署面对这个涉案人员违反国家机密保护法，应该要立即启动内部行政调查。总统府回应讲，这个人员出入境有照申请的时间来办理，不过因为沟通不良的关系产生误会，国安会会按规定来检讨，嘛会向相关单位甲人员回失礼。政府官员方表出相关的事件，也毋若只一层。有北面媒体报道，运安会主委杨宏志疑似滥用公务车，再用牵手去车厂修理车，还阁驶去宜兰进温泉食物件。不过杨宏志是发冤枉。修车之后把车子放下去，我们就去上班了。大概很久没有去所谓报当，1年多前那个有去手术，然后术后休息去过1次吧。因为杨宏志去互壁讲，那就是伫咧上班时间进行非公务的行程。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请政风处3天内要完成调查报告，确保社会大众对政府的信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议长区里里副议长林志典牵涉到正副议长选举贿选案，检调长搁在第2届甲因2个人约谈，分别是以150万甲120万交保。民进党中评会下晡也针对这2个人提出上简单的处分，停权3年。中评会经过1个小时的讨论之后，我们决议，对于邱丽同志及林志展同志予以停权3年之处分。台南正副议长选举贿选的案件，升等民进党的名声。党主席赖清德顶日来建议，甲台南市议长区里里、副议长林志典停权处分。中评会测试裁定，由9位中评委出席采共识决，决定对2个人拢处上当停权3年处分。赖清德主席他改革的决心，那以比较高的标准来停权3年了。那我想，我们在今天。也没有去出席中评会哈，那我们是以声明的方式，就已经有表示我们尊重中评会。区里里甲林志典讲，尊重党中央，率来会用无党籍的身份推动市政甲议会运作。中评会讲，会中讨论停权的年限，甲敢要开除党籍，的动法是要维护党的名声，甲回应人民的期待。不过停权3年的处分，并未影响2个人争取议员连任的资格。外界质疑民进党改革的决心是咧讲假。那如果有涉及到贿选或经营上的问题的话，那除名是绝对的哈，所以这个是不用怀疑的。我所在很多议员，相关证人都被传唤，到地检署还是调查局拒绝做证人，大家讲的消息听出来，可能有破口了哈。国民党蔡友辉表示，最近有不少议员拢互传唤做证人，这个案件已经出现破口，加上2届传唤区里里甲林志典，佮提悬保释的金额，认为起诉的可能性无低。中评会回应讲，后续会以司法的结果才佮做处置。记者综合报道。
受到饲料起价加禽流感的影响，这国产的鸡腿呢，价销已经是1公斤170块啊。伫中华的便当店呢，就袂堪的成本，宣布这鸡腿便当暂时无要卖。市场内面的大头仔也讲，这鸡毛呢，这批发价1公斤已经起26块，消费者嫌贵，生意是愈来愈歹做。大鸡鸡腿裹粉放入油鼎煎甲金门蟹早起鼎。中华社头这间出名的便当店坚持使用国产鸡腿，所以有真侪老顾客。很幸运买到最后一份，因为老板说今天晚上就没有鸡腿便当了。消费者听到店内招牌鸡腿便当特别停卖，感觉真可惜。业者无奈表示，因为国产鸡腿1公斤已经爱170啦，一个鸡腿进价爱55块，比往年贵1/3。一个鸡腿便当加4项配菜，卖110块，完全无够本，所以决定停卖。我一个鸡腿便当我才卖110块钱，那我光鸡腿进价一只成本已经55块了。那再加个腌料，弄一弄，大概都已经60块钱了。那我还有一个饭，4个菜，所以加起来绝对不符合成本啊。实际来台中的传统市场，大商表示，因为饲料起价、禽流感的影响，去年11月到今，鸡腿肉批发价每公斤已经起26，风鸭鸡鸡腿零售价每公斤爱165，土鸡鸡腿每公斤爱190。去年11月到现在，大概一斤涨了26块左右，批发价。产地都是说饲料的原因啊，然后之前有一些禽流感，养鸡场扑杀。物价大起，人客买物件压力愈来愈大。鸡肉摊的头家是讲，过年后到7月，鸡肉产业较无销，佮拄到价销这么贵，生意会愈来愈歹做。记者综合报道。到底是有休年假较好，也是无休较好呢？这民众进前放10天的过年年假了后，伫2月有2个拜六爱补班，3月又其中1个拜六爱补班。就一寡劳工认为讲，安尼先上班上6天上过忝，认为敢有需要遐尼侪弹性放假的空间？行政院人事总处强调，会收集民众意见，明年随时做调整。民众1月才放10天的春节年假，不过补班日嘛对伫后壁。统计今年的年假补班日，除了春节年假爱伫1月初7甲2月初4补班以外，亲像228纪念日是爱伫2月18补班。另外春假、5日节、国庆假日拢有补班日，等于今年有6天的补班日。我的感觉，我小孩子真的没办法适应要上班的时间那天，我感觉他好痛苦哦，好不容易要挣扎爬起来去上班，回来呢，整个人像泄气的气球一样。把该上的班先上完了，你后面就可以好好休息啊。那你有很长的假期，就可以去安排度假。对补班1礼拜上6天班，民众意见无同，不过部分民众话挡袂调，因为2月有2个礼拜六，初4甲18爱补班，顶有2礼拜敢来当休1天，3月31天无特别固定假日，2、5礼拜六搁爱补班，顶有几个月敢来休7天，爱上班24天。大部分人会觉得说，期待未来会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所以他的补班抱怨并不多啦。只是当然他会觉得说，譬如说星期6也来上班，他心态上就可能没有那么认真啊，这是很可能的。当时在研议的时候，未免引起外界争议，也有扩大征询内政部、教育部、经济部、交通部、劳动部或金管会相关机关的意见，依照我们的处理要点去排定今年的放假日。对于补班引起部分民怨，人事总处讲，调整上班日的处理要点真侪年，要听取各界意见，认为年假安排旅游有助疏解压力，会持续收集民意，明年变动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各都为着要压制这房价，实行囤房税，其中高雄当年的囤房税税收会当收3亿。市长陈其迈宣布，当年囤房税税收会摕来补贴社会主体租金。头一届买厝的利息贷款呢，也希望讲会当落实到这个基础证据，照顾到这弱势加少年人的需求。为要实践基础证据，包括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等10个县市，拢根据各自需求，支付户数的多少来实施囤房税。其中高雄市当年的囤房税收有价会当达到3亿。市长陈其迈就释出拍摄减少社体会租、增加租金补贴户数价、补贴头一摆贷款利息等3大力度，希望会当照顾弱势加幼稚家庭大的需求。我们现在已经有租金补贴政策，假如
你是有小孩，那你的负担当然生活会比较重。那我们再把这个补贴再加码。高雄市的首购组，好，那搭配高雄银行主办首次的购物贷款。那我们会把利息降低。长久以来，台湾高房价问题排解，为了让少年人买得起厝，即马先类股，但出使用权主体高雄。要互民众会当用较低价少向政府买至少20至30年的厝使用权来登记大，买的房价是附近建案的垃圾7折。要毋过民众无土地权证，只有电属建物的所有权甲使用权，无需要纳地价税，使用年限到，需要函予政府。有计上近今年就半年都有机会伫上北市市办，要毋过有学者就烦恼会影响社会主体资源。那今天本来可以。这个有5户人家可以住3到6年的，结果你只有1户人家可以住20年以上，那是不是把资源只是让给这些少部分人去使用？那当然显然这跟这个所谓公共政策的住宅补贴政策是有违背的啦。大家关心是高房价嘛，是猪黑市嘛，结果这个事情没有直球对决，结果搞了半天转弯抹角，移转焦点。面对使用权主体想法，内政部长林佑昌表示，亚力单台讨论甲建议并不是既定政策，唔通传唔对的消息，而且社体有3个重要精神：伫上需要的时阵，留予上需要的人，爱有一定的周转率甲退场机制，做上有效益的使用。记者综合报道。各位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国际新闻，伫咧土耳其南部瓦近叙利亚边境，这来发生规模7.8大地震。那土耳其的灾情严重，伫叙利亚也造成1400多人死亡。也因为当地这内战已经12年了，加上最近这天气愈来愈寒，地震损害到基础设施。联合国认为讲有几多百万人需要外界援助。救援人员用手伫阿摩托角堆内底咧挖，希望会当来找到还阁活着的人。土耳其南部瓦近叙利亚的界界，初六发生大地震，叙利亚的灾情真严重。北部阿勒颇省经过12年的内战，厝袂堪得遮大的地震来算断，含附近有几号省拢有真侪厝倒去，造成严重的伤亡。ضيوا البيت ضيوا هذا يعني نفذنا بعجوبة جد 头戴白色头盔的救援人员对阿摩托角堆内底，甲一个查甫囡仔甲救出来。这个查甫囡仔救出来了后，看到面仔要是青笋笋，赶紧甲送去病院治疗。这批救援队是叙利亚的公民组织的成员，以白色头盔来做标记，身上有反黄色的甲仔，顶悬嘛是有白色头盔的标识。联合国估计讲，当地有数百万人需要外界来救援，因为天气冷死死，救援的工作就敢若亲像咧含时间有大扫共款。The infrastructure is damaged. Roads that we used to use for humanitarian work are damaged. We have to be creative in how to get to the people and how to get to them the assistance. But we are working hard. It's been raining. It's been snowing. There've been heavy rains, heavy winds, and the temperatures are below zero. So we need to find people as soon as possible. 不二个较早含叙利亚敌对的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宣布讲，伫咧收到叙利亚提出的地震救援请求了后，已经有指示讲要来救援。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ברחבי העולם, כך אנחנו נוהגים גם בקרבתנו. וכיוון שנתקבלה גם בקשה לעשות זאת לנפגעים רבים מהרעש בסוריה, הנחיתי לעשות זאת גם כן. 以色列和叙利亚数十年来一直拢是伫咧战争的状况。纳坦雅胡并无讲伊要救援的内容。以色列是估计要甲叙利亚提供布棚、药品、毛毯，还佫有食的物件，嘛同意来收留伤患，并且派出2队救援队到当地来救援。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土耳其和叙利亚发生大地震，目前已经造成几多千人死亡，指逼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增加。这个地震会遐尼强，是因为伫咧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板块，长期以来和阿拉伯板块和欧亚板块起震动，累积这压力就被释放，才造成遐尼严重的地震。不过专家也指出讲，这灾区的人口处是被堪的这款大地震，才造成遐尼严重的事实。
抱查某囡仔行出土球队的时阵，更较坚强的救援人员也忍不住跪伫涂骹哭。时阵大地震，互几落千人面临生离死别、家园受损。即届发生伫土司边界的地震，是安怎这么严重哩？托尼基本身是伫全球主要的地震带，国土大部分是伫安纳托利亚板块，东南部是连接阿拉伯板块，北边是欧亚板块。Problem is, this plate is sandwiched between two others. It's pushed from the south by the Arabian plate, but blocked to the north by the Eurasian one. 阿拉伯板块当年向北刷1.1公分，小撒地区安纳托利亚板块的两大断层较会地动。近几年来，透过一寡规模较大的地动，发生伫1000多公里的北安纳托利亚断层，包括1939年带走超过33000条人命、规模7.8的伊尔金坎大地动，也甲1999年超过17000人死亡，挖近伊斯坦堡的伊兹密特大地震，不过切来的地震是伫个东安纳托利亚断层发生的。美国地质调查局指出，这条断层1970年代以来，敢若发生3届规模6以上的地震，所以礼拜一发生7.8的地震，释放的能量比进前较济，国家震源深度浅，破坏力更较强。除了自然因素，史上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土耳其南部的建筑大部分是砖甲石头的结构，较无耐震。虽然1999年伊兹密特地震了后，透过政府引入新的建筑规范甲强制地震险，不过灾区倒起的建筑大部分是新法规施行前所起的。Possibly, if this earthquake had happened beneath a more developed country where there are stricter building codes. Somewhere like Japan, for example, which is has a lot of large earthquakes, maybe the damage would have been a lot less widespread. 学者警告，未来几礼拜甚至几个月，也会出现强烈余震、强劲的冲击救援加中建的工作。面对无情的天灾，透过人民的考验也未结束。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这杯是北韩建军节。是这专家也推出讲，北韩的利用大规模的阅兵仪式，对美国展现军事能力。领导人金正恩甚至会下令增加这个军队。不过，连北韩上届富裕的工业都市开城，拢需要别人粮食救济。政府说，把钱开在了研发武器顶头，可能让饥荒的问题愈来愈严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继36天搁出现，拜一亲自主持劳动党中央军委大会，那要求人民军加强演习加战争应变，也下令进一步扩军。根据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金正恩向军方下达战无不胜加无敌军事力量的目标，要伫军事方面进行大改造。另外，2月7日就是北韩的建军节，会庆祝人民军建立75周年。目前首都金日成广场的阅兵排练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外界推测北韩会借着大规模阅兵仪式，对外展示上新的核武甲飞弹系统，来引起美国甲伊的盟友的关注。不过，北韩最近一直传出饥荒问题。韩联社报道指出，伊向奉仁会富鲁区的南部城市开城，疑似因为欠粮食，逐天拢有10几人饿死。虽然金正恩已经指示官员免费发粮食，说是用其他所在民众所缴的配粮来弥补。本来应该用来解决饥荒问题的财源，拢摕去开发武器，让老百姓的日子更加歹过。今年北韩飞弹试射的次数破纪录，方认为是针对南韩甲美国扩大联合军演提出的根据。南韩军方测啦是伫领空追踪到一粒来自北韩的气球，不过几点钟了后就飞离开。南韩官员推测，这粒气球是用伫气象观测，不是侦察。不过进前才发生中国侦察气球甚至美国领空互拍落来，敏感的时刻难免会互人受较济。公司新闻刘眼编译。英国的护理师甲救护车人员找6大罢工，要求加薪水，让因会当来应付通货膨胀的生活压力。这2种医护行业的这个职业人员呢，头一摆伫同一天进行罢工，而且是罢工2天。伫咧罢工期间，民众若总有需要互医生看，就要家己去急诊。
英国的护理师加救护车急救人员虽然最近上街头罢工，只是两个医护专业人员第一遍伫同一天罢工。护理人员讲，过去10年薪水的起拔根本就立不着通膨欠管的速度，所以真侪护理师辞职。敢若去年就25000人离职，骹手无够，工作量变做恶性循环。We need to retain nurses. We need to recruit. We need to retain, and we cannot survive in what we're being paid. So I completely understand why people don't want to come into nursing in the first place. It's very hard, long shifts. 英国上大的护理师工会组织皇家护理学院讲，政府若是提出更加好的加薪水的建议，就会取消罢工。威尔斯的护理师加急救人员，伫咧得到调薪了，先暂停罢工的计划。2天的罢工有1/3的国民健保水平受影响。政府讲，罢工期间民众有需要，会使去急诊或者是地方诊所。This is the first time in England, Scotland or Wales that nurses have gone on strike. In sort of 108-year history of the RCN. I'm hoping the government will just come up with sitting down and talking to our leaders about pay. It's not a great deal to ask, is it? 英国最近有几多遍罢工，顶礼拜有要加50万的公交加运输系统工作人员发动罢工。皇家护理学院顶礼拜六先配合首相苏纳克，要求伊提出有意义的加薪的建议。苏纳克是讲，加薪水就要伫咧合理的范围，若无法度压制通膨。英格兰银行总裁也警告讲，靠加薪水对抗通膨，情形会更加害。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台湾人介意骑奥多摆，按那荷兰人是爱骑脚踏车。荷兰为了要解决这停车位无够的问题，伫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开4年的时间，伫水底起一座大型的脚踏车停车场，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这是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车站。根据荷兰铁路公司的统计，差不多有3成的旅客是骑脚踏车来车站换坐火车。过去要伫附近找一个脚踏车的停车位非常困难，但是自今年开始都无同款啊。一位女性牵脚踏车来到中央车站头前的停车场，看起来那亲像是一般的地下停车场，但是其实这个停车场唔是伫地下，是伫咧水底。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无偌久进前，伫 Twitter 顶头公布这个水下脚踏车停车场建造过程的影片。这是一项真无简单的大工程，要先把4颗位封起来，用阿摩头起好墙围，把中的水拢总抽出来。等规个停车场起好了后，才阁把所有的水重新灌入去。为2019年开始，经过4年的时间，开6500万美金，差不多代表20亿。才总算完成这个水下的停车场。We hebben in Nederland gelukkig heel veel kennis en expertise als het aankomt op water. En ook het bouwen in gebieden waar je dus veel water hebt, maar zelfs onder water, maken wij mogelijk. En dan maak je dus optimaal gebruik van de ruimte die je in een klein land als Nederland hebt. 这个水下的脚踏车停车场真阔，会当停7000台脚踏车，嘛有电脑荧幕甲指示的灯号。互人知影倒位也阁有停车位，非常方便。荷兰骑脚踏车的人真多，刚才伫阿姆斯特丹都有90万台脚踏车。除了这个伫中央车站的水下停车场，阁有另外一个水下停车场嘛伫要完工，总共会当提供11000个脚踏车的停车位，对解决当地停车位无够的问题，相信会有真大的帮助。记者甘恩恩编译。小三通过年专案伫初六结束，陆委会宣布对初7开始继续执行。不过头一天却是无啥人，入境金门的旅客只有11人，出境的有23人。县政府认为讲，可能是因为还未开放，台湾人对中国登台湾，敢若限制金门马祖居民甲中国配偶。另外，对初8开始也唔免交 PCR 的抓本证明啊。民众一日一日排队听候出境，小三通复航春节专案到期，初7进入常态化第2阶段。不过头一天侪人创下新低，入境金门旅客敢若11人，出境23人。对，目前是最少的一点，也是要事先定位，也是要核酸，这样相对的会给旅客造成诸多的不便导致他们那个搭乘的意愿会降低啊。
小三通常态化头一天正冷清，政府理由可能是因为特定时间甲对象限制这因素造成的。民众也质疑目前两项防疫拢放电，过来做 PCR 不合理，怀疑有道理业者，希望政府讲清楚。我们觉得说这个 PCR 到底是台湾要求还是大陆要求的？如果只是台湾要求，那大陆没有要求，那为什么需要做这个 PCR？ 我们怀疑是有些利益输送。当然贵啊，我们是希望说赶快取消啊，免得再增加我们的负担。就 PCR 那一部分的一个资本，我们可能就不会再看，我们看的会请他提出健康申报的一个截图。张水心讲，7月开始，旅客伫水头码头买票的时阵，敢若需要摕大陆地区入出境健康声明为面的剪图，唔免阁查核 PCR 纸本证明。不过目前小三通旅客身份也是限金马地区的民众甲绿配，也引起大众的不满，普遍规定不合理。政府应该替老百姓解决问题，而不是限制老百姓的行动，而不是限制老百姓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往来于两岸之间。陆委会表示，因为中国疫情也无真公开，目前暂时无开放台商中转，希望一步一步来，未来原来会变动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前副总统连战今仔日举办回忆录发表会，这国民党有真侪大头拢有来，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来到位。另外，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初8要去中国，和民进党批评讲伊的行为有政治可能。不过朱立伦发言讲这民进党希望甲中国交流，若准换国民党去做，就会甲伊抹黑。今天应该很开心哦，主席，我也开心的。前副总统连战初次举办连战回忆录新册发表会，心情真好，破病拄好，行路原来真好势。新册公布日控控诉总统大选319枪击案发生无公布的讲稿内容，也收录2番走状的记录。两岸能够走上和平之路，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再受战火的波及。包括前总统马英九、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甲前高雄市长韩国瑜拢有出席。不过，党副主席夏立言初8要阁带团去中国，伫强军甲台湾施加压力的情形过去，引起民进党批评是伫巴结有政治考虑。不尽质疑就是朝共促统，弃台湾国家利益于不顾。也急着向中国来输诚。民进党是双标党，已经是他的 DNA。他不是说也希望对话交流，结果国民党去做了，他们只会骂，只会抹红。除了风中争议，阁出来面对日控之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传出有意争取国民党提名，甚至等来台湾了后，会甲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会面讨论。他没有告诉我说他要选，他20号回来。他过来就会跟您见面吗？应该会吧。已经约好时间了吗？还没有约。面对日控之事大选门票，朱立伦表示，只要不是民进党，无论什么党，拢欢迎支持加入国民党。记者综合报道。福冈县的成婚法师初5别逝，食到97岁。其他年下列的政治人物拢去哀悼。副总统赖清德、监察院长陈菊，也有台南高雄屏东的县市首长也拢做火去。另外，前高雄市长韩国瑜和台中市长罗秀燕也去致。副总统赖清德透早亲身去福冈山，甲成婚法师念香。监察局长陈菊。甲南高屏山县市的首长卢伟哲、陈其迈、甲周春美陪同，感叹一代宗师行去，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星云大师骤然离世，固然是佛光山的损失，更是宗教界台湾的一大损失，果然同感不舍。赖清德学了成婚法师，推广人间佛法，教化社会，推行公益，对台湾影响是真深。另外，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甲夫人李嘉芬，嘛有出现伫佛堂念经祈福。台南市长罗秀燕嘛专工去感谢成婚法师的照顾。我们台中市政府有很多的合作互助的方案，譬如说在疫情期间，佛光山捐赠非常多的当时的稀有的医疗物资给我们。有3种人最值得我们来尊敬，一个是教育家，春风化雨，教育人才。一个是慈善家，悲天悯人，帮助弱势；一个是宗教家，
制度渡人。我想星云大师兼具这3种身份。佛光山开山总长成婚法师车高立完，唔但正常人士去致意，嘛开放7天，互信众去念香。13早起9点举行元宵上赞典礼了后，会上去台南大仙寺火化，了后永久安葬伫佛光山万寿园。记者综合报道。各国的边境拢开放了，国内的星宇航空最近也提供91个工作机会，包括空服人员，也个机场的这工作人员等等，薪水是3万7起跳。来讲到这餐厅旅行业的大部分是真欠人，交通部观光局表示会尽量引进高科技自动化服务来协助这卡手无界问题。看公司的官方网站，甲人力银行引人的网页，星宇航空开出要100个课来抢人才，起薪大部分是3万7起跳。根据人力银行的观察，技术甲空服人员的课，这波名单内底增加的数量有限。不过，地勤人员甲机械维修的人员是大幅度增加，有的甚至无飞轮机维修相关的经验，嘛无要紧。在地勤人员跟机械维修上面的数量是大幅的增加，所以他们而且在本身的工作上面来讲，目前大部分的公司都会透过自己的教育训练中心去培育人才，所以科系的限制呢就变得比较小。兔仔年开工，除了航空业大动作要引人，旅宿业经济复苏，嘛要是大欠工。有业者建议政府引进移工来补卡手，不过学者认为讲，旅宿业有大小月，若是拄到小月的时阵，这移工是要安怎？而且嘛压缩到少年人甲二度就业、妇女等等的族群因工作的空间，应该对症下药才对。业者本身要改变你的那个产业的形象，第二个要提高你的待遇，把你的人力需求做分散了以后，那这样你的人力需求的那个压力就会降低。业者这边他可能这个人力需求比较高，那可能我们会透过这些科技的这个辅助来降低他的这个人力的需求。那例如自助报到柜台，然后这些无接触的服务。交通部观光局表示，未来除了会引进高科技来协助业者，好人力会当更较有春秋来运用。接落来，卖甲业者做伙去校园甲旅游展览内底，针对非观光科系学生多元求才。记者综合报道。瑞欧读这个问题一直无度解决，台北市政府成立专案小组要来想办法。台北捷运按算讲要甲较无人坐车的时段车票拍4折，鼓励大家使用这交通运输。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讲，目前还佫伫咧讨论。上班通勤的人来学交通是真值。台北市长周万安成立专案小组，副市长李树川顶个月头一摆邀请相关单位讨论初步方案。台北捷运将延期早暗缴票分流，传出会当提供票价4折的优惠，吸引民众改坐捷运通勤。应该还蛮大，因为应该光4折就会有蛮多人愿意，就是做分流。应该1个月可能原本1000多块吧，如果打4折的话，就可能就400-500块，这样子很方便啦。它又有优惠，然后又不会遇到塞车，应该是可行啦。因为不然这样子大家都永远每次都塞在那边。通勤族的好消息，民众也乐观其成。举一个例来讲，以往回中校敦化站甲港前站试算，即卖票价是1抓30块。以上班日22天来掠算，每个月1320块。若用4折优惠，只要528块，省792块，一年会当省8万块。北捷指出，今次推出早暗缴票相关规划，会伫交通局讨论了后，伫专案小组会议讨论。我们的确有提出一个草案的构想，就是利用捷运的监离峰，是不是有做一些差别的一些费率以及时间。我们目前还没有很确切的一个方案。书院内湖科学园区特车，北市散发局也会拜访各企业推广弹性上下班分流，也会当采用跳甲巴公车，由企业统计人数指定公车路线，再上员工上下班，也会当减少使用私人的运输。记者综合报道。新兴障碍者出门活动上接碰到的困难，就是欠无障碍设施，也个这设施设计了无好势。本期关注新兴障碍者的心路基金会最近要举办公益快行活动，希望社会会当看到这新兴障碍者的需求。
甲身心障碍者徛做伙，初七拍运羽毛球国手彭振宇、演员李国嘉做阵出席活动，推广身心障碍者的权利。长期帮助身心障碍者的新路基金会指出，身心障碍者出门活动上接拄到的问题是欠缺无障碍设施，要无就是设施顶悬的资讯对一寡障碍者来讲较好理解。为了推广这个议题，基金会举办公益健走活动，望社会关注。健身房啊，或者是运动中心的健身房啊，可能要再多一点空间，让更多身心障碍朋友可以进去使用、进去运动。空间太窄啊，他们不方便，就会造成他们可能不想去。包括人行道的部分，或者是公用场所的一些设施。那在无障碍的支持的部分，那很薄弱，这样是提供一个友善的一个态度的一个部分。那大家对于身心障碍的朋友，大多数人还是属于比较一个陌生的一个态度，这样，所以对他们可能有一点的距离。新路基金会指出，健走活动伫前3年因为疫情无法度举办实体活动，同时间也有真侪关怀服务无法度顺利进行，拢是透过网络、电话等等方式维持。所来疫情管制开放，因也会按照状况来应变。我们还是采比较严格的方式，就是我们的一些的服务，也许我们跟视讯跟实体同时并进这样。那因为毕竟身心障碍朋友的身体比较属于比较病弱。基金会表示，随疫情管制措施开放，实体服务也等咧豆豆恢复，未来会以线顶实体相关道来帮助身心障碍者。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这个寒天，这寒流是一阵搁一阵。农委会统计，因为1月底寒流的影响，到2月初6为止，全国的农业损失金额已经超过1亿了。其中农产品的损失就是9000多万，以梨仔损失上介济，大概损失6000多万。咱来讲到渔业的损失，大概有651万，以沙白鱼和海梨仔为主。寒流一阵接一阵，云林沿海有真侪饲粉鱼养殖池，等到要收成才发现出问题。大西有养殖户表示，自1月底寒流小连续到台湾，气温拢无90度，造成粉鱼池内底饲的沙白鱼嘛拢冰到寒死。有死啊！就伊个算伤寒吼，伤冷了吼，因为你全面化规片的无可能，但即区较烧，迄区较冷，无可能一定全面拢冷啊。所以讲加减拢有死啊。当地养殖户表示，即马若准无请人来清青池，就会造成粉鱼死亡。但要收成才出现问题，情形就会愈来愈多。另外，受到寒流影响，台中市的高接内无到1成有开花，全台中市的平均栽损程度是35%以上，导致它整个缩掉以后，但是它只是没有死掉，缩起就对了。哦，伊的水分家己把它倒提落去，所以它就没有，它还是没死掉，它是活，但是有没有用？没有用。哦，还是要重来，还是要剪掉哦。对。主要的一个受损的作物呢是高阶梨穗哈，那它的整个被害面积大概是977公顷，那损失的程度大概是30%，那整个换算的一个无收获的一个面积大概是294公顷，也就是说高阶梨穗的整个损失的金额大概来到了6412万元。农委会表示，自1月底，全台湾受到寒流影响。经过农委会统计，到2月初6为止，全国农业损失已经有1亿044万，其中农产的损失有9394万，高接内占上济有6412万。若渔产的损失是651万，主要是粉鱼池饲的沙白鱼甲海梨仔为主。记者王伟雄、云林台中报道。台湾目前有24个地热发电场，当咧施工规划当中。上界大的地热发电基地是伫咧基南清水，第2大的发电基地是伫台东延平乡的红叶村。按算明年上转，这一年发电876万度，会要配合台电。目前温泉休闲区已经开幕启用了，利用这地热发电力量结合温泉观光，或者红叶村有新的发电。今年红叶谷地热发电去年开始优整，目前依照时程发电顺利。其实今年选到红叶谷开发地热力量，是延平乡乡有的红叶温泉。13年前，予800风灾毁损，历届乡长拢希望重新开发，甚至发展地热，也毋过无钱无人，出于部落同意办理对外招标。今年拄好有花莲大家休闲甲水泥厂发电的经验指标，也看好地热发电比光电好。
甲乡公所签订20年的发电合约，今年8月，休闲温泉区先启用红叶温泉有新的发电。地热发电它去结合这个温泉，因为跟这个地方创生，跟观光结合是一个永续的。台年有股红叶地地一年会当发电876万度，卖电予台电，用于会回归延平乡，而且工作人员也有7成是采用延平乡在地居民。虽然即马休闲温泉区营运活半年，门票包括餐饮一张1000多块，锁定高端配合，也毋过颠倒，予红叶部落的居民感受袂到欢迎，也无多吸引少年人回乡工作。只是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温泉而已了，对年轻人没有很吸引。除了委员会以外我也会努力的做功课，跟我们地方倾听地方的声音，以及业者这边。红叶国地地发电是前几任乡长甲台年签订的合约，现任乡长表示，有愿依照合约执行。红叶国地地发电基地目前可能是全国只属宜兰清水地地发电基地。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底推出一种 AI 应用程式 ChatGPT， 予学生摕来写作业，却引起后边真侪大学反弹。有一寡学校已经禁止使用啊。不过也有教授认为讲要来禁止，倒不如来想办法研究讲要安怎利用这个工具，提升学生囡仔学习效率。只要输入关键字 AI 软体 ChatGPT， 就会当快速互你一篇语句正顺的文章。这款去年11月上市的开讲机器人，是学生囡仔写作业好助手，也引起老师对学生囡仔写报告涉嫌抄袭、欠缺原创性的烦恼。目前美国纽约市公立学校已经陆续禁止学生囡仔使用这款软体，巴黎这间大学嘛同款禁止。Ça veut dire que les étudiants n'ont pas le droit d'utiliser ChatGPT pour obtenir une note. Voilà. S'ils utilisent cette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ils rompent le contrat de l'honnêteté intellectuelle. Parce que le travail n'est plus un travail personnel, ni un travail sourcé. 一般认为，这种有类神经网络思考能力的软体会一直进步改进，所以无度禁止学生囡仔使用。英国一个软体工程学教授表示，若要禁止，不如想办法有效运用。What we need to do is to equip the students with the recognition that that's just a starting position. We can now use what's been produced, enhance it, and critically evaluate it and identify its weaknesses, and then produce a piece of work. 这个教授甚至无摆脱利用 AI 辅助教学，鼓励学生囡仔会当伫 ChatGPT 找简单的问题答案，互上课有更较充足的时间来帮助学生囡仔发展更较高阶技能。纽约部分学者原来有类似的看法。I think these programs will be sort of writing first drafts of documents, but you'll still need oversight, human oversight, to check it hasn't made any mistakes and to correct for biases that the programs will have. 一寡教育界人士体认到 AI 文字形成软体的出现，会改变教育方式。面对这个无法度主动的趋势，目前赶紧爱做的，恐惊毋是想办法禁止，是教导学生囡仔安怎有效、高符合道德的使用这个工具。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6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6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8度到25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港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1点咱再相会。